位亲爱的朋友，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今天呢，我们是沿着台南市的永福路一路走过来，你会看到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标，叫做全美戏院。然后呢，你从全美戏院走进来，不用担心，台南人这样讲，能穿街走巷，行来才是王道。你进来之后，马上看到一个地点，叫做承德剧堂。跟着我走吧，我们进来一窥究竟吧。各位记得哦，进了我们的承德剧堂，一定要右进，然后左出，不要走错方向喽。我们看到了，对，百栋兄你好。这个地方呢，既然叫做承德剧堂，那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那我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一个承德剧堂的历史沿革这个由来。那他是我的祖先承泽将军，在1661年，他跟着郑成功来攻打台湾的时候，因为他是郑成功的右先锋，所以他是打北汕尾现在的四草那个地方的一个战役然后后来第二仗又打现在的赤坎楼，就以前的普罗民遮城。那这两仗因为他都打胜了，因功得赏，然后也让他一个很好的宅地，然后就赏赐给他这一个地方盖了他的官邸。对，所以这其实就是承泽将军的官邸，所以也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建于1661年，所以到现在为止应该是358年。对。那我们这地方要祭拜的主要是哪些？那当然，因为提到承德剧堂，祭拜的一定是我们的祖先们是。那你既然讲是承德剧堂，那你跟你们陈氏的一个家族是有关系。对，我看那里好像有一个介绍，是在介绍陈这个姓的由来。那我们或许大家有兴趣。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好。百栋兄，你看这陈国出奔异姓序，出奔就是流亡迁徙，这个是这篇文章在讲陈氏流亡迁徙的一个路径图嘛？对，这个序呢是在讲的是说我们陈氏呢，其实在河南颍川的时候，那我们一直逃难改姓那到最后经过可能好几千年的历史，这样子，后来成为陈。可能大家更有兴趣的是陈呢居然跟姓姚的、姓胡的、姓袁的、姓田的、姓孙、姓陆的同为一派。了解。其实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祠堂很好。中国人古代讲说一个好的祠堂可以呢歌于斯，让大家来这边欢唱，聚国族于斯，带所有子孙来这边。我觉得看到这么样的一个序文，应该非常有荣耀感，对不对？就大家知道说你是怎么来的。对呀，而且还有我们的祖先是这样来的。陈姓真是一个大姓。那其实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常常最喜欢来看的是画。您这里有国宝哦。有陈玉峰。对，我们来看一看吧。好，请。老师，你刚提到这里有陈一峰老师的国宝级的绘画，然后这边有4幅画是陈一峰老师在1964年过世之前1年所创作的4幅画。也就是说，他生前大概是最后的遗作，对，然后也听说他的孙子是这样讲，说是最后的遗作。对。那这4幅画呢，其中1幅画我最喜欢介绍他的故事，就这一幅。对，这一幅。所以这一幅的画作，它的名称叫庞德遗安。那庞德这一位呢，是东汉时期一位很有智慧的人。他是隐士，不想出来做官。对，不想出来做官，可是他非常有智慧。对。然后东汉的刘表呢，就希望他能够为他服务。所以他来礼贤下士，请他去出来做官，请他来做官。然后请了几次，他都不答应。所以刘表就说：庞德，为什么我这么器重你，希望你来帮我忙，你为什么不愿意？你来，我可以让你的子孙也拥有荣华富贵。但是庞德回答他说：我不希望我的祖先我的孙子们是荣华富贵，我希望我的后代是平安。我觉得他是很有智慧哦。乱世里头，其实平安2个字就是最好的财富了。对，所以他叫庞德遗安。所以我们陈家真的是没有出过什么有名的政治人物也没有大生意人可是我们陈家大家都很平安。那我就刚开始讲完，你们是依于人了，用一种爱跟平安的祝福。我想陈家的这样的祖先呢，就会带给你们其实更好的一个平安雄厚。对。我觉得整个主错有一个城市其实很好的一个道德教养。但是我觉得最可爱的一点就是说，您提供很多艺文活动在这里，对不对？你都是办了很多有趣的活动吗？对。
基本上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公共财，虽然它的产权是我们陈家，但是它是一个文化财，是一个公共财，所以我们都是提供给很多单位来做艺文的演出。那我们只要你来申请，那我们都审核之后，如果你符合我们的一个文化的艺术价值，我觉得你们的主旨跟理念是一样的，在这边就欢迎所有的年轻朋友都可以来申请。我想今天的这个承德剧堂呢，是值得大家一起来的艺文空间。所以百栋兄，你知道吗？我们待会呢，请到了一位大咖在这里做访谈，你的偶像哟，真的吗？他的颜色是黑色的。小黑老师，对，金曲歌王小黑老师谢明佑即将为我们展开他的访谈。那我们也谢谢百栋兄今天借我们这样的一个空间，好，欢迎大家，谢谢。带来我们爱读册，打开一本书就是打开一个丰富的世界。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我们又来到带来爱读册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可是一位重量级的大咖。有人跟我讲说，美霞老师啊，你怎么请得起金曲歌王谢明佑呢？我战战兢兢的打个电话给谢明佑，谢明佑很阿莎力说没问题，台南人的台南市我们就来挺。所以呢，我们就请到了这位金曲歌王的大咖了。然后有人跟我讲说，美霞老师，如果你请谢明佑来，谢明佑绝对会给你穿个蓝白拖的拖鞋。我心想怎么办呢？我们总得要很慎重其事，因为好不容易请到这个大咖呀，行头要对。所以呢，我就跑去了百年木屐店的郭大嫂，百灵大嫂告诉我说，美霞老师，我告诉你，台南人有一种东西叫做目镜。他呢，真的是进得了厨房，上得了厅堂。一到承德郡穿目镜双脚穿目镜，在乎满大厅。所以呢，穿木屐是很好，所以今天穿了木屐来了。可是谢明佑呢，他可不是那种给你做现代啪哩家具的人呢。我们该什么给他做呢？叶大哥告诉我，我们奉茶呢有藤椅。绝对台南味有圆桌，所以这个是叶大哥奉茶这边抬过来借我们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让我们的大咖金曲歌王谢明佑安坐在此。谢明佑你好，美霞老师好，我是小黑。对嘛，叫你小黑就对了。但是我们忙了这么一大串之后，才发现今天呢，小黑穿的是布鞋，为什么？这有原因啊，拢咱若去菜市啊，嘿，去买一寡四修啊，对，咱穿擦架拄啊好。哦对，目镜啊、拖鞋拢会使。我人就去庙埕唱歌，唱歌哦时大听，是穿目镜拄啊好。是，今仔来承德去，我刚是庆幸人的祠堂。要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啦。其实我觉得这也看得出，我们今天在整个节目里头，其实小黑一开始就真的很贴心的，然后呢告诉我们，今天呢是我们很慎重的想把一个好的节目做给大家。不过没有关系哦，各位知道，百灵大嫂还是告诉我们说，目镜拿起拿相卡穿目镜哈，把咱陈氏家族在乎摸大听，而且最后的祝福。那有朋友一定问我说，美霞老师，您的这个台南爱读册不是读书吗？怎么会介绍音乐呢？我跟各位讲一个缘由哦。我最近呢在帮我们的教育部108课纲的100本好书在做推荐给老师以及家长如何去做阅读。其中这一本巴西的绘本我很喜欢，它叫做《市场街最后一站》。这是一个贫穷的小孩，他没有车坐，只能坐公车。上了公车以后呢，他看到一个瞎眼的人，他就跟奶奶讲说：“奶奶，他好可怜哦，他根本看不见东西。”然后这个呢，会转念而教导他的孙子的奶奶说：“你不知道吗？其实有很多人呢，他是用耳朵来阅读。对，我们今天呢，就是用耳朵来阅读音乐。”透着谢明佑今天呢他的一个作品，我们呢今天来研究一下一个台南人怎么为台南人写出台湾新乐府。嘿，谢明佑，我想你一直让我们台南人感到很骄傲，是2013年的金曲奖的时候，你讲的那一句话：“我是台湾人，我是台南人。”
那时候让我们觉得哇，台南嘛，行出拢有风呢。感谢你的成就跟努力。但是我知道你是2000年的开始回来嘛？对。到2013年嘛，差不多10档的时间哦。那您是从台北回来，当时为什么想到回到台南呢？其实嘛，无什么原因，就迄当阵生病了。这样子吼，刚刚还生活对健康无介好安尼。就是忧郁那一部分的了解，可能太投注于工作，那边也很积极营营嘛，压力又大。然后写歌是一个很自由的世界，是。当你常常是有目的的在写歌的时候，其实是很痛苦的。对，把它当作是一个工作量，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想法就回到最舒适的台南。你好像5岁就一直在台南，对，5、6岁就在台南了。哦，而且我还要提醒你一个经历，您是辅仁大学的什么系呢？图书馆学系。您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请你来，因为我们台南爱读这是图书馆的节目啊，你真的斜杠到不行啊，但是也是我们的好典范了。但是你到台南之后，从一个台北的经验，又回头去看台南，你觉得台南让你找到什么？第一个可以让你自由呼吸的地方哦，对，就是你绝对会最向往。是啊，有些人觉得他最能够自由呼吸的可能是未来，对，但是刚好我的是相反。了解。经历过台北之后，发觉台南的空气是最自由的。对，所以你在台南就变得也步调慢起来哈，刚刚我很多呼吸的感觉。其实我也在台南教过书，我很了解这种感受。那我记得我当时从台北下来的时候，我第一个最感动的场面是我们先生家在学甲，然后2重港那里，然后他三档吼，拢有一个上白教业主，啊，伊拢会坐牙缸嘛，坐牙缸的时阵，囡仔吼细汉就坐牙缸啊。来去温庄的时阵吼，庄头大概那摆100几个人啊，底下和迄牙缸行过。我觉得那个土地吼，那个夏天是很热啊，趴底下那种虔诚的感觉。我一直觉得土地是一种信仰的花开，信仰的力量，感觉很好。所以我记得你回到台南之后，你写的很多台南的生活啊、小吃啊，那物情人文都有。可是我特别记得您写5条港的时候那首歌。你有讲到5条港的信用嘛，对不？迄条歌咱先来听看卖，好不？哦，这条歌主要是要讲台港无去啊，对，剩5条河，是这条5条河嘛无去啊，对，就有点从现在去看以前的台南，了解，然后跟现在的比较。好 ，OK。天清清，地凉凉。车轻轻，人盈盈，巷仔内伊伫遐四面斗，等待谁的黄昏后，入来坐，紧入来坐，掠回头。我很喜欢你这首歌里面讲说，一起起的下晡的黄昏的尴尬。因为其实我们在台南办了很多艺文活动，拢讲台南是上个是老下午，然后3点的时阵，就入来坐，就入来坐。所以其实条歌里面讲这些，比如讲台南的庙宇啦，信用的感觉。其实我在想我也去研究过你以前帮很多大咖写的歌词编曲啊，但是我感觉上个伫台南这么大批的作品里面，其实对信用的物件你写足多。你感觉是安怎？你把这么多元素刻在这里面呢？因为我有特别为某一个新名写。真的啊。啊，足侪歌内底会把足侪新名放伫内底。是吼。如果把宗教信仰这件事从台湾人的心目中抽掉，对，那台湾的一点特色就没有。对，因为几乎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是尤其是音乐哦。嘿嘿嘿。汉人从中国过来，大概是1624年，因为荷兰人要建热兰遮城，对，300多年的历史的时候，然后那么多人把聚居了，他一定有他的基本的文化会带过来，对。那音乐就是其中一个。了解。尤其是南北管戏曲，是。然后后来又跟西拉雅。对的音乐有点融合，然后慢慢的这些音乐迁徙了，对，往南、往东，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使台湾的
遍地花开之后的丰富度真的是非常的强。没有错。然后这个就跟信仰很有关系。对。那我们甚至有很多还跟西拉雅的信仰又融合了。对。所以如果在台南，汉人文化最早的一个城市，信仰应该是最早的开始。对，因为其实我帮文化局写过那个社区，当时我的题目就是土地的花开，土地的信仰，因为我觉得那个对一个子民来讲很重要。后来我接着就写义政，我现在写义政的第2部。我决定就精彩，你讲迄南管、北管呐，是讲我们太平音呐，吼，或是说我们觉得在所有的宗教活动里面唱的古雷啊歌，你会觉得在那种生命的信仰之中，吼，他们其实是用庄严肃穆的心去对待一个咱这个整套的保护，可是用很喜悦的感觉，用迄个歌吼去哭一个。我刚开始土地爱情的尴尬，然后感觉很好，所以其实你写在你台南的这个专辑里头，你会抓很多这样的元素把它放进去了。生活的细节，生活的细节。因为你如果在一首歌里面一直在谈自己的情绪，对，寂寞、空虚，觉得冷，对，他摸不到，了解。然后写生活，一般人看得到、摸得到。刚才就跟我生活是那如面对照的感觉，对不对？一直以来跟写歌，尤其是写歌词，对，可能跟《诗经》会有一点关系，对。那不管是风雅颂，那我们更注重后面的赋比性，了解，就是比喻的生动，对。那比喻的生动，人所衍生的各种细节，对，可能是我们写歌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台南，因为台南人会展幕吼。规矩足多，不然靠 quality 啦，妈你讲。展幕啊，规矩多，它就产生了很多很细微的事情。对呀，但是我跟你说，细微其实很有趣。你刚刚讲到《诗经》，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真的大一到大三用毛笔把《诗经》抄一遍，《诗经》在我脑袋里。从我觉得很丰富的养分，你一讲，我突然想到，我应该用《诗经》去读谢明佑的《台南禽兽》或者是古泥，因为你想想看，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一个发之情的东西，甚至到我们讲说面对生活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一人在水一方的追寻，其实我相信都是一个台南人之所以他们能够在土地上活得有滋有味，而且很有感情的东西哈。所以其实讲到这，我就想到讲。你有时有歌歌吼，我半暝啊听吼，就想要好诶。唔通好啦。你知影吼？你有一条歌叫做《行》。我想，因为可能我跟你有一个相似经验，是在台北教了书之后才来台南。从台北的天空的对照组来到看到那台南大物件，其实你会有很多想法，然后就发现整个这么样的落差，这么样一个对照组之中，岁月走了。我们有感想了，然后不知道在那样的苍苍茫茫的行路前去的路上，我们有没有看到自己？可是每次听你那个讲，感触就很深。我们先来听，看完就来讲。行，沿路行。行，慢慢行，经过少年的囡仔伴，嘛经过失恋的丁仔脚，搁行，继续行。行，沿路行，行，若一歌，听见阮囝咧叫阿爸，嘛听见几落声再会啦。来行心爱的斗阵行，直直的弯翘的，看无尾的人生，流热的寂寞的，无用赶路的面，时间伊。
唔捌听。真的觉得好像不应该采访了，继续听下去。因为我觉得这首歌里面呢，会看你觉得从年轻一直走到岁月，最后走到现在的自己。但是嘛，现在继续一直往前走。对，所以像我在台南也做南方讲堂10年，有朋友问我说，10年后呢？我说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了哈，说你发下一个誓愿哈，永矢福宣。永远不要忘却你当初的初心，发的那样誓愿，所以也是继续一直行。那我觉得在你这段历程之中，我可以感觉到说，你走了这么样的几年，如果假设从2000年到2013，再连接过去的台北经验，再连接现在的台南经验，你觉得在台南你当时做的这个专辑的时候，你最想告诉人家什么？我用一个例子啊哈，要写台南的歌的时候，主因来自于台南市政府那时候有一个诗歌甄选。哦，了解。我已经很久不创作了，对，那是因为生病的关系，那特别来写个台南的歌，重新振作一下，对，结果写不出来。你最熟悉的地方是哈，反而你有点那种近乡情怯，近乡情怯哦，金庙起心啊，对啦，嘿，就不知道怎么写，对，最熟，对，但是抓不到头绪，对对对，我就真的买了一张地图，每一条路我都走一遍，包括我都有逛到承德剧堂，我这边坐了一阵子，了解，就是后来才慢慢抓到我走了半年，才慢慢抓到它的味道。就是前列光赶快一直行，一直行呢，嘿，行到有的三姑六婆伫咧巷仔口咧洗面豆，迄拢是为遐来的。哦，了解，嘿，才找到台南市有一个很重要的味道。什么味？自然的慢。哦，了解。迄个慢面速度慢哦，台南人做代志也做马车。对。毋过是思考的慢。哦，思考慢慢的想，让事情慢慢的好。台南人就是我讲台南人怎么，其实因为爱思考。对。咱就搞勒手。对啊，嘿嘿。我为你想甲搞。对对对。那这一部分让我觉得很有趣。对对。然后就用这一个，那我们人的行动，对，当然坐着站着是最慢的，是，但是走路的时候更能够显现慢。对，我可以用摩托车、脚踏车开车，但是在台南，你得把车停完，迄拢袂使，你得车坑咧用行就对了啦，嘿。那个用这个动词，来形容台南的慢，我才真的写出了我心目中的台南。我真觉得我怎么快要跟小黑变成知己了？你知道我大学的时候读师大，那我一直在大学4年有一条路就是一个方块，从师大路走出去，左拐罗斯福路，再拐回来新生南路，再拐来和平东路，大概每天都走，下雨也走，天气冷的时候也走，大太阳也走，我走到几乎都可以知道说哪一个红砖它陷下去咻一下，然后有水滴会出来。可是也因为这样的行，直直行，不要行，跟我怎样写作。我的感觉是真的是这样，但是因为那种写作的很有意思是，它就如同你所说的，因为速度更慢，你也慢慢来想。像我现在在写作，我也是有到我们庭院去走过来走过去，很多人觉得为什么那么喜欢走路？我突然觉得无行吼，刚刚有光物件，你无法度慢慢的去做思考。所以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非常喜欢哲学之道。京都有一条，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欧洲德国也有一条，但这2条哲学之道真的走出一个很好的一个风范。那我相信，其实呢，你的台南的这个专辑，我在看的时候，我非常感动的一点是，因为我写书，我知道你的专辑不是说放射性的丢了很多的作品，实际上你是有个结构的。你可以很简单告诉我们，你在整个专辑中的结构，你想让我们读这本音乐的书，它的结构是怎么样去思考的吗？不管是从台南，然后青野兽是到旧年，是我都是先有主题是。才开始动作，了解。只有台南这个专辑比较特别，它有点像拼图。哦，了解。我好像从台南用时间去思考，用地理位置去思考，对，好多块拼图拼好成一个台南。然后后面的几张我都是用你讲的所谓结构。对对对对。我要写什么？有一个很大的方向，我再一手去把它拼凑出来。对对对。那比如说台南就是主题是台南。对，但旧年呢，可能是1930年为限，对，前面跟后面，
的总和的音乐世界。其实台南也够，这个城市的养分够让你去做这样的一个拼图。但是我觉得蛮特别，是因为它是第一本书，所以你必须要用拼图式的。当你这个拼图，其实我一直觉得您得金曲奖真的是实至名归，因为你已经完整的这个拼图，所以以后要去做更多的专辑，它真的驾轻就熟。所以我们对你的这个最后的那个旧年呢，其实真的很想要再听一听，所以我会再这个另外来请教您哈。所以呢，今天真的很感谢呢，你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创作经验。那谢谢我们的小黑，对，谢谢。但是呢，我们怎么可以放他走呢？我们希望小黑呢，一定要在一首他觉得很深情的恋曲中来做我们整个今天这个上集的访谈的结束。小黑选哪一首呢？一定是恋恋大园。哦，真正恋爱的土地，恋爱歌。牵肠挂肚的航来，风对海中吹来，几分好较花，蒙雾黄昏的红妆。伊咧等待什么人？坐伫伊料顶的梦，时间摇啊摇，行过有若无，若彼疏疏白衣，爱人啊的乌头鬃。茫茫的海面东南也西北，点点的江边春夏又秋冬，夜来送往的船只，换身起旧的身影，陪伊渺渺的黄梦，思念是唱袂完的一首歌。坐伫咧不出声的热男者，挂念啊念城市，伊等啊等城市，海风吹来，吹来，吹来。